最近呢，我設計咗個新產品啊，諗住放上網賣。點睇？你睇過？點啊？有冇嚇親啊？嚇死人咩？個心嚟一嚟啊！但係好似熟口熟面咁喎。咩啊？點會㗎？咪有相似啫。唔係喎，你睇下啦，根本呢就同 A&B 嗰條9x9相似，除咗顏色同埋啲啲嘅金邊之外，都一樣嘅。參考啫。有冇問題啊？點會有問題啫？我又冇用佢嘅牌子，又賣得平佢咁多，一睇就知兩回事啦。仲有我設計改良咗㗎，點會有問題啫？你睇啲嗱，我見啲人上網買啊，都係咁樣賣㗎啦。仲有啊，我嗰次買咗呢一個高仿真手袋俾我媽咪，佢都話平靚正嘅。喂，小明啊，大鑊啦！今次 A&B 話我抄佢哋啲貨嗰啲設計啊，佢話如果我再唔下架呢，佢就去海關告我啊！我都話咗你㗎啦，你有冇睇網上篇文啊？9x9高仿即係100%無牌啊，咪一樣犯法。你咁啊，咪真係抄考人哋啲作品，咪真係同 LB 啊、紐巴倫嗰啲啊，咪一樣。如果俾人報咗去海關啊，你坐監都遲啊！咁大鑊！嗱，你而家呢，就趁件貨仲未賣得出，就快啲下咗架佢。仲有記住出返封道歉聲明，希望對方唔再追究。記住唔好有下次啊你！得車搞出去搞，嚇撐死，仲邊有咁嘅下次啊？網絡世界急速發展咧，為我哋帶嚟好多嘅方便㗎，但係亦都有好多不法分子利用呢個網上平台犯案。好多青少年都會以為標明咗高仿物品就係冇犯法，有啲人更加以為咧喺網上面交易係好難追查㗎。其實海關咧已經啟用咗網上反侵權系統，進行24小時嘅網上巡邏，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心存僥倖，為咗賺錢而冒險，以身試法。除咗利用社交網絡平台售賣冒牌貨品之外咧，常見嘅網上罪案咧，包括有各類嘅騙案啦、竊取個人資料啦、發布非法嘅資訊啦，同埋黑客入侵等等㗎。因此咧，我哋喺使用互聯網嘅時候，要時刻保持謹慎，注意保護自己嘅私隱，避免墮入網上罪案嘅陷阱。